在世界上所有地区，在世界上所有角落的维吾尔人已经对你说不，你没有资格对我们进行任何形式的教育或者是绑架。你现在已经做到了以法西斯政权的一种套型对维吾尔人进行污蔑、暗杀、绑架，这是你的卑鄙手段。我们只能说不，这是我们的心声。现在有彭全国上以共产党邪教的书记陈全国领导的东土耳其斯坦，现在已经收到了你们的低三下四的一些糟蹋性的政策。